每位家長都希望子女成為會考狀元，順順利利入大學就讀心儀嘅學科。理論上，所有嘅香港中學都喺度教授相同嘅科目，用劃一嘅教科書。但點解學生嘅成績會有差別？因為學生冇俾心機上課，其中涉及專注。有啲家長會陪孩子做功課，但發覺孩子對書本同習作不能集中精神。呢個不一定係孩子唔俾心機，而係出現一個好困擾嘅情況。呢個就係文章上每一個字都熟悉，但完全無法理解文章嘅內容。醫學上叫專注不足 （attention deficit）。當神經細胞 A 想傳遞一個信息到達神經細胞 B， 細胞 A 會透過觸鬚叫觸突 axon， 將信息一道電流送到細胞 B 嘅觸鬚叫樹突 dendrite。但原來 axon 同 dendrite 冇直接接觸。當電流去到觸突嘅盡頭，觸突會分泌神經輔導物黏住樹突，之後產生一道電流沿住樹突去到 B 細胞。但若神經傳津物不能成功地黏喺樹突，飛走咗，神經傳導便停止。喺正常情況下，一個叫突觸 synapse 嘅盒子包住觸突同樹突嘅尖端，防止神經傳導物飛走。倘若冇突觸，便個個字都識，但唔知講乜。健康食品丁酸鹽 butyrate 能增加突觸，改善專注力。